讲道，求主帮赞，无互歹较赢我，请曾牧师。也即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请安，讲耶稣听你。咱今日真欢喜，志远兄真久伫北部无闲，今仔会当倒来甲咱做礼拜。这边有一个弟兄弟，伊对奥地利学声乐6年久，倒来伫台湾，咱真欢迎伊头一摆来甲咱做礼拜搁有就是伫咱后壁有信中牧师娘伊顶礼拜因为去灵修会，所以伊无伫咱中间甲咱做礼拜。今仔日嘛甲咱做礼拜今仔日阁有向日葵学院的同学，今仔日伫咱中间，咱做礼拜。所听的姊妹，咱来享受上帝伫今仔日礼拜中间，伊的圣神对咱的祝福，以及伊圣经的话对咱的造就。咱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真理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静静要听伫圣经话面的话，因为阮会有限，因为阮会含慢，阮需要相信你的帮助，将上帝奥妙的话讲互阮听，拍开阮心中的阻挡，互阮会通领受得到造就，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互阮行伫你光明的中间。主，阮将今仔日领受圣经话命这个神圣的时间来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互阮的灵魂静音，互阮离开一切歹。主帮助阮，伫一切引诱中间得胜，正做上帝你所欢喜的件子。阮恭敬听，求圣神帮助，祈祷我归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的教会妇女团契伫过来的这季，要做伙读一本册。这本册毋是新的册，但是伊真有意思。伊咧讲起伫圣经中间有一寡圣经的人物，因伫人生中间所拄着引诱，甲因会绊倒，要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做咱的警醒。这本册的册名叫做《显而未现的罪》。有时咱感觉无注意的中间，咱无感觉这项代志有甚物毋好，但是伫无意中的中间，咱得罪上帝绊倒。这本册最重要就是咧提醒咱，爱成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咱爱常常有一个真清楚的属灵的这个良心，伫心内有一个声常常甲咱讲，这项对，这项毋对。咱听讲道做礼拜读圣经，拢是为着互咱的目睭有清楚的看见，知影什么是好，什么是无好。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妇女团契伫即季中间所读的册，每一个参与即个造就的兄弟姊妹，恁要成做恁的家庭中间足大的祝福，互恁的囡仔一生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无摇错。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我要成做一个灵魂健康的基督徒，也这重要嘛？伫这个无明的世代，伫这个充满迷惑的时代，主你帮助我，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主帮助我，会当成做上帝你伫这个黑暗的世代会发光的基督徒，无论别人安怎主张。伦理道德的标准安怎改变？主啊，我要永远照上帝你的话正直来行。所以今仔圣经是祈祷，代表讲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每一摆做礼拜拢是咱伫拄久的中间，互圣神甲咱摇动醒起来。你忽然醒起来中间，就是代表的祈祷讲：主啊，感谢你为着你的名。安那，带我行去的路，你会互我的灵魂静音，互我的生命就醒起来。我内面有一个正直的神，伫这个世俗的生活中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是无简单的功课，
对无兄弟姊妹？无简单，但是若有圣神帮赞，就无困难。愿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要做一个肉体健康的基督徒，我嘛要做一个灵魂健康的基督徒。6月我就邀请来报告一间教会伫即个武汉疫情的中间所大冲击，一间教会要安怎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来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我忽然有一个悔愤之想，因为伫今仔日个疫情的冲击中间，全世界拢咧发展迄个疫苗，有无？一支写做咧，大家都袂破病。但是我问上帝讲，敢迄种蛇迄种药啊，食落注落了，基督徒就永远袂跋倒的，灵魂就永远袂互魔鬼较赢。兄弟姊妹，这毋是民望，这是一个态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今仔日咱要重新看咱内心，咱的态度。圣经中间讲，你着保守你的心。因为人一生的轨迹，是因为你的态度甲你的心思意念。写伫箴言的中间，所以旧约箴言用苦，这个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心。伫新约的中间，耶稣讲：“我就是 autos， 迄个嘛翻做我就是神圣内心，我的神圣的空间。”搁有伫英语空间，咱甲这个心良心。翻译做 consciousness， 伫一个人的觉醒，伫咱汉文的圣经该翻做良心。兄弟姊妹，今仔这个礼拜就是甲上帝祷告，主甲你洗清气，主要所利用你的宝血甲我洗清气，互我有清气的心，有正直的心。兄弟姊妹，每一摆的礼拜，拢是咱来到主的面前，重新调整咱的时表啊，归零，互咱的心清气。互咱内面有正定，主听咱的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常常内面有一个敏感的心。所以一个牧师讲，人的良心就亲像一个雷达，你咧开车，你若超速，你的车顶迄个雷达，迄个导航就甲你哔哔哔哔哔哔，雷达侦测，伊就甲你讲，你爱细字，因为头前有咧翕相，人拢惊法。但是人无容易行真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严肃认真来面对咱家己的心思意念。这是一个真受祝福的功课，毋免互咱伫人生的中间行毋对路跋倒，才伫遐流目屎吐气。上帝圣神的保守，就是互咱一生伫伊的人面的中间，主帮助咱。兄弟姊妹。世间无人毋捌跋倒，你有同意吗？世间无人毋捌跋倒，但是上重要就是伫咱跋倒的时，咱会要重新爬起来，伫咱的失败的经验中间得到祝福。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伊的圣神帮助咱。教会原本就是伫一个黑暗的世代，咧讲真理，伫黑暗的世代咧表明生活、伦理道德，伫生活的中间咧表明清气的灵魂是甚么，对吧？教会原本就是一个讲真理甲主张的所在，但是今仔日个时代的教会，咱所传的福音有甚么人相信？咱所讲的主张，有甚么人感觉伊宝贝重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亲爱的圣神，你就是帮助我袂跋倒上好迄个疫苗灵魂的迄条真正的保守迄个疫苗。因为咱的主耶稣要离开伊的学生进前，伊讲我会伫天父上帝面前为恁祈祷。求上帝赏赐圣神，加对恁的保惠师。当恁拄到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念对恁的攻击，上帝互恁安然伫咧中间受保守。讲，我拒绝这种。我一新人也是我的老师问阮一个问题，讲：
你的灵魂值偌济钱？你的品格，你的灵魂偌济钱？你会当要出卖？迄句话到今仔日要伫我的生命心内所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真清楚知影讲，我的灵魂是非卖品，我的灵魂是极其宝贝，因为伊是我的主耶稣，辛辛苦苦流血受苦伫十字架顶悬，才有今仔日的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问咱家己讲，伫这个世间任何情境中间，我敢要有一种的态度甲信心讲，无论怎样，我的灵魂绝对无跋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任何的情境，咱敢有把握讲，我永远袂跋倒，无受引诱，要重视伫上帝的话，无可能。因为全世界无这种的人，你讲无说安尼，今日做礼拜就无望望啊！彼得敢毋是讲我决断无要唬人你嘛？但是彼得嘛唬人。伫人类的历史顶悬有3项物件，无有一个人会当得胜，就是金钱、性欲、甲关系。这是阮伫新人医老师就千万万的交代讲，恁做一个牧师爱有好见证，因为恁的道德、恁的品质，这3项物件是一个极端，屡试不爽。那这恁敢有同意？咱是歹势讲，毋敢讲，其实咱大家拢知影。伫钱的面前，真少人灵魂是不卖品的，是多甲少的问题呢。伫情欲的中间，人就算做肉体，无一定会跋倒，毋敢跋倒。但是心内常常咱咧讲的意识会啥物？意识形态会安那外遇。人若伫普仔声听久了后，无一个人不羡慕荣华富贵。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咱知影咱是什么人，我知影我怎样过好嘅生活，我知影怎样过颂扬的生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毋是因为对这3项情、性甲官兵来的快乐，是一个上帝将伊圣洁的话名放伫咱的人生中间，咱感觉做上帝宝贝的囝儿，活伫光明的中间，何等的幸福！主圣别今仔日的礼拜，求圣神拍开咱的耳孔。感动恁的心，互恁对心中决志讲：主，我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个清气、圣洁、荣耀、尊贵的画面。主，你帮助我。今仔日的圣经要甲咱讲什么？兄弟姊妹，除了听牧师的解说以外，今仔仍然对了逐日，你拢搁拍开这段圣经，然后你祈祷讲。主啊，你伫这段圣经中间，你要甲我讲什么？什么是清洁的心？什么是正直的心？什么是上帝圣洁的心来扶持我，互我有内面有自由甲喜乐？伫这个世间，上帝圣神若伫咱中间掌权，真多征战就无去，因为圣神替咱阻挡。咱对内面都有自由、喜乐的灵伫咱的内底。兄弟姊妹，你我咱无一个人有才调伫引诱中间夸口，但是咱做伙同心手牵手做学生，做耶稣的门徒，咱甲主讲，我要好大认基督，我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耶稣的话，因为今仔这段的诗篇，不是诗篇，马太福音第6章，这段话是记载伫耶稣教伊学生的祈祷，咱叫做主祷文。主祷文的中间一句，较不是咱感觉讲是最高潮，无你带我入伫去，就叫我脱离迄个歹。
这句话是耶稣提醒所有的基督徒。恁伫人生的道路咧行十字架，人生的旅程的过程顶悬，无一个人会通免于诱惑，无一个人会通免去伫这个世间最最搅搅的声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无搁再做假教的教会，咱的教会无搁再做臭耳人的教会，咱的教会无搁再做摆卡的教会，无能力行伫上帝的真道顶悬。每一个基督徒，伫咱念耶稣的主祷文的时，圣神赏赐咱开力。彼得对伊的学习、伊的兄弟姊妹安尼讲：，要警醒祈祷，要警醒，因为魔鬼亲像好狮。兄弟姊妹，无警醒的人容易跌倒，但是咱的良心若常常切落清气，咱就容易感受到迄个正确的警示讯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讲，主帮助我有一个敏感的心，互我有一个敏锐的心，来用耶稣甲咱的祈祷讲，无你带我入去试，就救我脱离迄个歹。这内底有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咧讲起引诱。耶稣当然袂带咱去跋倒。伊袂带咱去迄种的风花雪月，迄种无好的昏迷的场所卖。所以这句话其实毋是讲耶稣带咱去受试探，毋是。伊原本的意思是讲免去、拄去，免于，互我无拄着这个试探，较有遮好用。兄弟姊妹，确实，这就是稳定。咱该跋倒，但是咱袂跋倒；咱该防引诱，但是咱无感觉有引诱的开力。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保护就叫做一个印记。主耶稣的印记，圣洁的印记来刻伫咱的心上，会受气就变温柔，会跋倒就好亲像无看见。毋是咱熬，是救主。所以基督徒咧讲耶稣是救主的意思，就是伊就是咱的帮助甲保守。所以兄弟姊妹，认真做礼拜人有福气，因为咱有可能会减少跋倒；警醒的人有福气，因为因伫警醒的中间，因会当减少受引诱的迄个痛苦。所以第二句话讲救阮脱离迄个歹，这个字就是讨帮我，互我通。会当超越一切的苦楚，这个派咧讲起各种的引诱人、扭曲人、迷惑人的力量。所以伫古早一个足出名的牧师叫做奥古斯丁，伊用这句话，伊甲翻译做当时的人所会当了解列丁文。伊的意思就是：伫一切的不幸、伫一切的苦楚的中间，主啊，你互我得到自由。我阁解说一摆。伫一切苦楚，伫一切搅扰，伫一切不幸的中间，主你互我得到拯救甲自由。牧师解说互恁听，牧师嘛伫背后为恁祈祷，特别为着少年囡仔，互你一生最上帝所欢喜正直的少年人，毋免跋倒，袂跋倒，永远互上帝骄傲讲。伊是我所听宝贝的囝子，虽然牧师知影真困难，但是牧师甲恁的爸爸妈妈要为恁祈祷。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嘛为在座，咱做礼拜听到我的分享，甲提醒的兄弟姊妹，愿上帝圣神赏赐恁得胜的开力，愿上帝圣神赏赐恁信心、仰望，甲上帝。仁爱的夫妻，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以这就是奥古斯丁伊的翻译。伊讲拯救我吧，互我对一切不幸的中间来受讨帮。讨帮迄个字，伊用 liberal 自由 liberal， 这个字足水的一个列丁语甲希腊语，反正英语叫做自由，但是伊伫原文有一个意思 ，liberal 就是劝退。当量，
伫你的生命中间，一个秤砣，互你去衡量，好甲毋好，对甲毋对，互人伫迄个中间有平衡，会通真正得到和谐甲自由的生命。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奉你的圣名，我夺去所有邪恶的力量，就是伫目前对我生活中间有真多搅扰，对我的情绪有真多扭曲。我所爱的好，我做袂来；我所无爱歹，主啊，我歹势。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若斟酌甲看，今仔日的教会是A教的教会吗？今仔日的教会是一个摆开的教会吗？今仔日的教会是一个受扭曲的教会吗？主伫黑暗的世代兴起咱，就是为着要互咱伫人的中间有见证。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灵命的中间，来用今仔日的经文做祈祷。牧师将伊所有的经文，甲伊前后左右重新排列组合。我安尼为恁写一个祈祷文，讲：天父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活新正直的心。感谢天父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互阮踮伫光明的所在，成做有份伫圣动光明产业的基督徒。最后这两句是咱的金句。求天父上帝，互咱脱离黑暗的关系，会当徛伫光明的所在，会当有份伫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享受咱丰盛的生命。伊讲圣道的产业，咱伫世间所追求是世间的产业，荣华富贵、钱财、万美，但是咱伫信仰的道路顶端，是咧追求将来上帝所必办，无人会当甲咱夺取。所以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要甲恁分享两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今仔日个主题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无得互歹得逞，无得互这个引诱，互这个歹的声音、搅扰的声音，伫我的生命中间打阵。英语讲成功打阵。就是讲，魔鬼伫我的生命中间产生迄个搅扰，伊甲我打倒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永远有清气的心、正直的心。要领受上帝的福音，就要摕清气的杯啊来啉。咱要领受上帝主要所宣传清气的宝血，咱来摕清气的杯啊来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清气的心。伫咱做礼拜时，咱搁一摆祈祷讲：主啊，救我脱离一切的捆绑。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将我内心所有的垃圾，重新交互我主耶稣。主帮助咱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特别伫无可能的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就是无可能的任务，无人会当对一生中间永远无跋倒。但是咱甲上帝讲，主啊，怜悯我，毋通像成龙，家己跋倒了后，讲我今天只是犯了所有天下男人所会做的事情啊，那样。是，圣经嘛有安尼讲，世间人拢得罪上帝的荣耀。咱需要耶稣，就是因为咱家己做袂来。兄弟姊妹，信耶稣最大福气就是，咱的大头担袂起的事，主耶稣要担当咱的苦楚，求上帝帮助咱。所以保罗甲伊学生讲，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你的心内爱常常有两项物件，第一就是信心，第二就是良心。信心伫这边，良心伫这边，信心甲良心爱放做伙。上阵这个字足特别了，伊叫做 echo。恁听到 echo， 恁想到啥？音响吼，你甲转落，啊，你本地你唱声袂啥会水，你著 echo 甲转落了，就会细准，啊，你的声就变做真有磁性了。伊的意思就是讲，
上帝话，伊若对咱讲话，信心这个字，其实原文是真道、真理的声。上帝圣神伫这个所在发出的时阵，伊伫咱的心中就产生一个 echo， 咱就听有上帝信心的话。兄弟姊妹，醒起来，伫这礼拜中间，爱常常警醒，爱保持你有一个确保的心，就是讲，上帝今仔日我要听到你的声。求天父上帝将伊足宝贝的宽免，放伫恁生命的雷达，咱每一个人听到咱上帝量身定做所予咱的信心。因为人亲像坐伫一条船，迄条船破去，用要沉去，这是保罗所讲。伊讲世间人亲像坐伫一盏破去的船，因的良心已经破空。咱的心若去将互攻击有破去，就亲像咱的裤袋内底、落袋若有破空，你较侪钱甲缀落去，你拢留伊袂掉。求主怜悯帮助咱，互咱一生所辛辛苦苦立志的无空空啊！今仔日上重要就是求主耶稣用伊的宝血，甲咱补破梦，甲咱补破空，互咱的生命伫上帝怜悯中间，无坐伫破去的船顶悬。救生艇若破去，救生艇一点仔都无路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无收回以互咱的稳定。兄弟姊妹，细字，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上帝其实有权利收回伊的稳定。但是上帝因为怜悯咱，伊无收回伊的怜悯。第二，求圣神，就是上帝你圣的神扶持我。主啊，我是软弱的囝子，我是你的囝子，我有真多做袂来。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扶持我。我行唔对路，你甲我救倒来；我跋倒，你甲我扶起来。我伫十字路口，唔知要对倒行去，你带我行。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祈祷的中间，咱讲主无你永稳歹较赢我，然后伫你家己的额头画一个十字架。圣经中间有讲到，主耶稣的宝血就是人得救的记号。这个记号要互咱远离干扰、扭曲。加入太第6章17节。保罗安尼讲，对今仔日开始，耶稣基督甲我吸引，画十字架。这个记号真做我的一个属灵的保障，保护一切世间的搅扰，要离开我。愿天父上帝，互咱享受这种的祝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恁若愿意，恁今仔倒去了后，唔免偷偷、公开、勇敢、积极。你讲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怜悯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求你怜悯我。天主教因拢常常伫祈祷中间加一个动作，咱基督教较含蓄，咱咧做礼拜，咱咧祈祷时有当时咱拢无动作，但是有动作无动作，祈祷拢是受上帝欢喜。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你会使有动作。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也在这个祈祷非常的宝贝，非常的重要。2000年来的教会，伫无法度祈祷的时，伊拢鼓励人安尼祈祷。伫你心真乱，伫你真软弱，伫你无无明，伫你唔知要安怎个活落去的时阵，你只有一个大声叫讲：主啊，求你怜悯我。Kyrie eleison。2000年来对头一日到今仔日，一句话的祈祷，这叫做一句话的祈祷。耶稣基督的祈祷，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求你怜悯我。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大胆用这个祈祷，
将耶稣基督的印记放伫你家己的生命中间。今仔的金句就是另外一个祈祷的应允。感谢天父上帝，互阮伫2000年来历代正圣道的中间，阮有份通得到这个光明的产业。就天父上帝对天顶拍开天窗所赏赐阮历代祖先所留予阮的产业，拯救阮的家族脱离黑暗的关系，带阮到伫天国基督上帝圣子基督的国度。愿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回应咱的祈祷。第二，我要跟咱分享的祈祷就是洗身躯，兄弟姊妹，要啉清气的水，爱摕清气的杯仔来滴。垃圾的灵魂永远听袂到上帝圣洁的信息，因为咱已经决意，互外面的这个世俗黑暗的关系，甲咱阻挡。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刷接我的祖先，刷接我的教会信仰的前辈，愿用清气的心来敬拜你。保罗讲，用清气的良心来服侍上帝。这个服侍伫圣经中间常常应该是伊原本的字是叫做礼拜、敬拜，英语叫做 service。礼拜这个礼拜，迄个礼拜其实就是服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大笔今仔日的经文4篇51篇，到伫马太福音，到伫保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同齐讲阿们的时，愿天父上帝将清气的心、正直的心，加添予恁。正直的人行路抬头挺胸。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咱的生命中间有耶稣基督的保护，唔免惊。虽然行黑暗路，唔免惊；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唔免惊；虽然跋倒魔鬼甲咱攻击，唔免惊。因为彼得讲，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咱要重新得到无瑕疵。得到清气，兄弟姊妹，你愿意吗？悔改，顶头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对今仔日开始，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记号，有圣神的记号。无论何去何从，唔免惊，因为踮伫咱内面的，比踮伫这个世间的，搁较有关联。搁较有困难，只惊无祈祷，只惊咱一路往头前行，无愿意回头。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领受洗礼。洗礼有2种，一种是教会仪式，一种就是圣神伫你悔改的时，伊用耶稣基督的保护，将清气的心、正直的心。重新加添予你，愿咱出双手，咱甲主耶稣祷告，主伫今仔日个礼拜过一摆，将清气的心甲正直的心赏赐予我，主怜悯帮助咱，互恁有幸福的人生，阿们吗？愿今仔日个礼拜有严肃的、严肃的反省，但是嘛有一种幸福的应允，咱甲上帝讲。对今仔日开始，我要用清气的心来敬拜你，也这愿意吗？咱甲上帝讲，对今仔开始，我的生命要有上帝你的荣耀，互人羡慕信耶稣的人。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教阮祈祷。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警醒明白试探的可怕。阮嘛知影你是阮一切救恩的源头。阮恳求主你赏赐圣神，
想述你十字架的记号，用你的宝血吸引伫阮的心内，互阮的心得到清气，互阮的内面有正直的心。主耶稣，对今仔日到永远，我要跟对你，我靠你的圣尊名求，阿们。